有人問老師，如果我買晒啲書自學塔羅睇晒，係咪就應該會學識嘅呢？冇錯，有云書中自有黃金屋，佢可以教你好多知識，包括牌意啦、牌陣同埋歷史等等。睇完之後會幫你認識多咗塔羅牌㗎。我記得塔羅工作坊有一位男同學，佢好中意塔羅牌，自己睇好多唔同書研究塔羅都有10年，但佢坦白同我講，嗰陣時佢都仲係唔識占卜。點解呢？因為要真正學識任何嘢，最重要嘅嘢係必須要實踐。睇書係可以學到基本知識同概念，但唔去應用同實踐嘅話，全部都只係紙上談兵。呢位男同學後來聽我講，嘗試跟我由奧修禪卡嘅占卜方法開始，不斷實踐嘅結果，得到準確度好高嘅回應，令佢感到非常驚訝。之後呢，透過累積經驗，不斷增加信心同直覺，踏出咗實踐呢一步，令佢喺學塔羅方面有好大嘅突破。而家仲學埋奇門遁甲，將中西兩方面占卜融合，得到朋友非常正面嘅讚賞。睇書雖然有好處，但睇太多書可能你自己更加混亂，因為唔同作者講嘅嘢都會有少少唔同，用得太多頭腦意識反而無法發揮直覺，太擔心自己唔啱或者唔準，都係一種障礙。我哋要好似塔羅0號嘅愚人牌一樣，就算面前係懸崖，我哋又乜都唔識，抱住一種冒險精神，呢個學習嘅旅程先可以真正咁開始。好多學生無論係牌啦或者書啦都冇買過，單純信任我教嘅方法，上完第一堂就直接開始實踐幫人占卜。當佢哋遇上問卜者俾到80、90、100分嘅回應之後，唔單止令到興趣同滿足感大增，之後因為有信心而令直覺發揮得更加理想，所以由完全冇諗過到成為占卜師，佢哋會同我講呢個塔羅課程係佢哋人生入面成為一啲好特別嘅經歷，而我見證住佢哋改變同成長嘅滿足感亦都好大。如果你都好想好似佢哋咁，可以 WhatsApp 我哋查詢或報名塔羅工作坊或者塔羅課程。如果你有緣睇到呢度，我相信你都期待你未來嘅人生會有成長同改變。記得追蹤我香港專業塔羅協會會長 Manny 嘅 IG， 上堂見。